嗱，話說7年前啊，佢哋喺網上面 Tinder 嗰度認識咗㗎。嗱，傾咗偈之後咧，佢哋又約咗出嚟見面啦。嗱，Sam 咧搞笑得嚟咧，佢有個特異嘅功能嘅喎，就係可以令到 Randy 咧做一啲佢平時唔敢做嘅嘢，例如玩跳樓機啦、滑雪啦、潛水等等嘅。其實阿 Sam 咧真係用心良苦啊！我想 Randy 咧跳出個舒適圈，做啲佢平時唔敢做嘅嘢，都會陪住佢，成為佢咧人生成長嘅伴侶之一啊！咁所以咧 Randy 咧都放開自己去投入阿 Sam 嘅懷抱啦。嗱，7年時間過去啦，最感動嘅未必係咩大驚大喜，反而咧係平時照顧對方嘅小細節，包括係每次上咗車之後，阿 Sam 都會問佢：你凍唔凍啊？而且咧，佢哋兩個人咧本身都唔識得煮飯㗎，而家咧佢哋就嘗試一齊住咗之後咧，嘗試去學煮飯，尤其係 Randy 咧，佢非常花心機，因為為咗去建構屬於佢哋兩個人同埋貓貓嘅屋企。到咗而家，佢哋一個眼神一個對望，已經知道對方諗緊啲乜嘢㗎啦。所以7日嘅定情，去到7年嘅相守，再到今日步入屬於佢哋嘅婚姻殿堂。